嘛，一日你咋不？这爸爸娘我呢，我去提过去的嘛喽。为嘛？不好嘛？你们可就呢？这个一节几老师，这看过天外面，梦里。如果俺们阿姐梦里是下节没知道，俺们这里都走掉喽。这个我去看过店嘛，不是我那个这里阿姐知道是下节没这里都走，俺们问你这个走走老师在陪你可能你下喽。这个阿姐知道的嘛，阿姐你就知道行啊。这个阿姐知道的嘛，过年我就你知道吧？过下新年没课就你。没去过节过叫你没好个就结婚了，没个子呢，你把你都蛮大，没去过节过就哪里了是你，而且嘛个没老的，你把个都蛮大，啥个带着你，我这还嘛去啥哟？我的你没特别了的是你，都是你穷的，而且嘛现在快吃了吧？我但是你在家是你开中家别的，哪里没开包有做什么？我就这刚是做什么？就是你弟弟过的，我就弟弟嘛，你上嘛看到什么你和啥和你和过年的是你做什么？你开包哇？我在那，啥开啊？这该的，要个用我哪一步？有个用我哪一步？我说你，要给你去给我拿退休，有嘛是你，我的姐我的3年不是你，有嘛是你用我啊，我叫你是，10年嘛，别也嘛没是你，开那么多个，没。若结束，我苦家都一来，一家大家都一来。